地段矜貴，自襯塔尖名門，實力夠堅先係豪宅態度。呢度係兼顧生態湖居同誠心霓虹嘅價值寶地富居希公館，識貨嘅你一定唔會走寶。由踏入門口呢一刻開始，風塵象徵如影隨形。專屬電梯廳，奢華大氣，私家電梯入戶夠晒牌面。歡迎回家，呢套係123平方，創意5房2廳3衛雙主套，係今日嘅主角。圈層人士點解都中意富居希公館？夠靚、夠光、夠氣派，呢啲先叫生活。客餐廳一體化佈局，讓起居空間更加通透、寬敞、大氣。約10米大面闊採光，全屋夠晒明亮。尤其巨幕景觀陽台，景緻簡直靚到爆。日頭望住金星湖波光，夜晚對住城市霓虹，視野闊似人生格局。雙主套戶型，臥室先係王者。呢度係2個帶獨立衛浴嘅主臥套房。呢種設計滿足晒家庭成員所有個性化需求，仲實現咗彼此空間和諧共存。仲有創意空間可以打造成多功能休閒空間，滿足家庭唔同周期需求，大人細路各有安樂窩。圈層之選，金星湖畔嘅人生贏家席位，湖景洋房，建面83至130平方，創意3至5房。好房子用心做，富居希公館。